今集哈利同大家去布吉島。今日介紹呢個項目呢，係喺布吉市一個非常方便嘅位置，亦都係非常之經濟嘅。了解詳情。哈利而家咧就係喺 Arise Way 布吉，咁呢個項目咧係哈利今次特登過嚟布吉參觀項目嘅其中一個重點嚟嘅。而呢個項目咧，亦都係哈利今次參觀眾多項目一個咧，以性價比論同埋入場費嘅比計咧，係最抵啊 ！CP value 最高嘅項目係2027年入伙，即係話大家仲有啲時間去 plan 啦，甚至可能期間你會收到布吉島一啲好好嘅消息啦。係啲咩呢？咁啊，遲啲有機會再同大家交代啦。今次呢個項目 Arise Way 布吉咧，聽到 Arise， 可能大家有啲朋友熟我哋嘅片咧，我哋之前都有介紹過。係啊，係清邁嘅龍頭發展商 OnSIWING， 佢哋由北到南插旗嘅呢個標杆之作啊。咁所以呢個項目咧，佢哋係落重本，亦都將個性價比咧係 tune 到去最高嘅。Arise Way 布吉嘅位置咧，喺布吉島中央嘅位置，交通咧可以說話四通八達啦。去班達 Beach 啦、巴東啦、去機場啦，或者去國際校網區、去 Central 都係開車，大約係10零20分鐘咧就已經可以到啦。可以話係布吉島嘅中心位置。項目係一個8層樓高嘅項目，會所配套都非常之齊全嘅。我哋先睇睇示範單位。你身處呢個26平方，有一個獨立房間嘅一房，有廚房，有洗手間，全部家私包齊咧，都只係港紙大約55萬咧，就已經可以拎包入住搞掂晒啦。另外一隻好受歡迎嘅職咧就係 One Bed Plus， 因為布吉有一個特色咧，係好多年青嘅外國夫婦咧帶住小朋友或者甚至小朋友喺呢度出世嘅。咁呢一個只係36平方，無論買價或者租金都唔會話太貴，其實大約咧都係400萬銖以內。咁租金咧大約係1零2萬銖啦，咁就已經可以擁有一個客房，一個相當之實用嘅主人房。咁父母同埋小朋友就可以分房啦，衣櫃亦都係包咗嘅。咁呢個係屬於 One Bed Plus， 得35平方，咁所以咧係一個洗手間，廚房都相當實用，有洗衣機嘅位置啦，提供咗一個矮嘅 island 可以做餐台，亦都有儲納空間。廳有足夠嘅深度，唔會覺得太逼狹。細房你可以 set 做大床或者小朋友房，加建自己嘅儲納空間，或者做一個臨時嘅 guest room。呢個係35 square meter 嘅 One Bed Plus。Arise Way 布吉兩房，呢個係細兩房嚟嘅。項目係以開放式廚房設計啦，咁係一個 fully furnished 嘅交樓標準。你見到嘅櫥櫃啦、入牆櫃、台凳都係包咗嘅，梳化都包咗。個廳嘅深度剛剛好嘅，唔會話太遠，又唔會話太近。露台夠闊，大約係20個平方度。咁係分開咗兩間 identical 嘅 two bedroom， 呢度係其中，呢個係主臥室，係 ensuite 嚟嘅套廁。入牆櫃、梳妝台、書台、床三邊落地，仲可以擺到梳化位嘅。
洗手間嘅交流標準都唔差嘅，用靚嘅磚 ，shower screen 係好高嘅。鞋櫃、儲物櫃包咗嘅，衣櫃。另外呢間房略細啲多，差異不大。咁呢一邊嘅洗手間呢係 dual access 嘅，即係你閂咗門之後呢，一樣係另外一間陶瓷洗手間。Arise White 布吉咧就已經準備興建㗎啦，咁大家有機會就可以去布吉參觀下啦。其實沿住 Arise White 一路行出去咧，其實就已經係大道嚟㗎啦。附近已經有商場，包括咗 Robertson 啊、Central 啊嗰樣嘢，開車咧都大約係5分鐘、10分鐘，係非常之方便嘅。一啲 lifestyle 嘅鋪頭啦、空鋪啊呢啲商場喺附近，而最近嘅咧就係 Robertson 商場啦。咁夜晚嘅時候，你可以去嗰度行下、食下嘢，或者日頭 shopping 都係非常之方便嘅。咁 Robertson 係屬於 Central 嘅百貨公司啦。咁其實都係一個咧非常之齊全有齊生活配套嘅商場嚟嘅。由 Arise Way 布吉開車大約半個鐘頭度咧，就可以去到巴東海灘㗎啦。咁巴東海灘係享負盛名嘅熱鬧酒吧區，亦都係有好靚嘅日落啦。下年嗰晚咧就去到巴東嗰邊咧，感受下酒吧街嘅熱鬧，飲下食下，同唔同國家嘅朋友傾下偈。其實擁有陽光海灘，又同步擁有熱鬧，又有 shopping， 布吉島真係一個好好嘅選擇。曼谷買樓123為你提供更多嘅資訊。